8八太水嘅时节发生严重嘅土石流，当日呢前游览海野水路，结果含奔波，海龙法国小本太水大发，连水面嘅人物也受到破坏。虽然河川口也一年来已经有提清河坝位，同时清出的查找嘅30万立方公尺嘅沙沙，不过河坝方更加看起来含黑饱满嘅沙沙嘅，地方方嘅乡亲路过时候，喺一道沙沙嘅含清唔得黑，竟然呢风财贵，怕又会造成灾难。朝鲜龙发过时候，去年本大发体的主要原因是两条跳航海。估计从上节打下来的奶沙，但像河坝桥的部分是超过了100万立方公尺。香港提示河坝桥用紧急在招了30万立方公尺，我中下来的奶沙係對念呢前有爛海的河坝橋。像上年落水，免當半夜都有免當嘅奶漿又下來啊！啊，啲都捱到夾喺土地，掉喺銀行中陷起來講，我夾喺講，要件嘅東西要看看啊吼，無那下來啊，你無法度照吼，啲都係吼，那落水都會奶漿都會下來啦。經過地方民眾見親先，河壩橋日嗰一排排煙到現場勘察。提示河壩橋人員表示，已經規劃持續進行疏通，從長途嘅3公里，同時已經發包咧。預計5年嘅時間，疏通50萬立方公尺嘅沙沙。我地方嘅民眾確實有冇強硬嘅看法。針對河頭坑溪這邊，我們當初莫拉克水災之後，颱風之後，我們已經做一個立即的清疏，已經做了30萬米。那我們目前就是現在由這個月再開始，會再疏浚總計50萬米的數量。那到時候如果是情形，如果仍需現場如果清淤的情形還不夠的話，那我們還會研議再邀請相關科室來辦理這樣。人家講冇無栽少，如果栽對面倒起來安尼倒幾袋，然後個過來去唔係強用奶嘛，係個下來。地方人士強調，呢個企業對8八水災事件會造成嚴重嘅災情，完全係因為上節本身嘅情形太嚴重，將會造成大量嘅奶沙對到河壩回流口。如果冇加到進行疏通嘅工程，地方嘅百姓冇法度安心度過今年日季。下新聞李峰基南投報。